根据卫生福利部106年修正的儿童游戏场规定，设施开放进前一定要通过认证标准。不过，南区新生公园112年成立的邮局，照理讲应该符合新法规的标准。不过，议员林美燕接受家长陈情指出，当中的旋转梯除了原本无30公分的连接踏板。边啊嘛无防护设施，万一搬落来，就是120公分的高度，相当危险。伊有时候脚不小心会落落来啊，有那地，嘛是爱有大人伫遐哦，嘿，爱有大人伫遐甲伊顾、甲伊看咧，你若放喺伫遐会无放心啦。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这边玩，那个踏梯一阶一阶的要上去哈，到那个空洞那边的时候会掉下来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发觉到了。虽然市府伫议员会勘进前已经将踏板经过整好势，不过议员嘛要求全市相关的设施一定要总体检。树状的爬梯，这边上去，在这个周边都完全没有安全围篱之下，一个小朋友单要靠这个杆，这个铁杆去抓。小朋友2岁以上的小朋友到12岁中间，他的抓力够吗？还有呢，因为它这个旁边都没有做安全的围篱，我们也看到这个跟这个之间也是一样30公分，但是2岁的小朋友他的重心会比较不稳，他直接踏上去的时候，30公分虽然有达到我们的卫福所规定的，在标准里面30公分，但是问题所谓的30公分是不是有包含这个高度？会中除了主管公园的干务局，嘛因为该设施是适合2岁到12岁儿童，所以包括教育、社会等局处以及南区区长拢较常关心。区长强调，以做人家长的心情，强调该设施已经符合标准，重要的是家长一定要全程陪同。它是符合我们那个几个我们特色游戏，几个游戏场的都合格啦。那只是说是符合2到12岁的中间的年龄层的去游玩。但是游玩的时候还是希望家长可以陪伴在旁边跟孩子互动。趁着一早天气无遐尼热热，真侪家长拢会带囡仔来公园佚佗。会中新生里长嘛建议海千树的靠环已经生鲜，夜间算起来成为一大噪音，要求市府改善。确实为了将安全的顾虑降到上低，除了游戏器材本身，较细汉的幼儿家长一定要随时注意，因为一旦受伤，真歹追究责任。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